神秘的翠竹隱士九巴211A，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上集我們帶大家見識了全港班次最頻密、全線只能使用單層巴士的傳奇路線九巴211號線。今集我們要帶大家去探索翠竹花園的另一條神秘支線九巴211A。為什麼說它神秘到爆燈呢？因為這條線不僅在2018年才開辦，而且只在星期日及公眾假期服務。最誇張的是，對比主線211的頻密班次，211A 居然每30分鐘才有一班車。在路上能遇到它，真的需要一點運氣呢？遲到了28年的路線。其實211A 的故事可以追溯到上世紀。九巴在1988年開辦211號線後，深知翠竹花園居民對外交通的渴求，於是九巴在1991年曾提議開辦211A 線，全日來往翠竹花園及港鐵樂富站。然而計劃趕不上變化，翠竹花園早於1990年12月就開辦了居民巴士村巴21R線，往返九龍塘並途經樂富。在村巴的競爭下，當年的211A 計劃最終被無奈擱置。村巴危機與211A 的重生，時移世易，經歷了28年的轉變，當年的村巴21R變成了 KR21，並分拆為往返樂富的 A 線及往返九龍塘的 B 線。到了2018年 ，KR21迎來重大危機，營辦商 City Bus 因為客量偏低，長年虧蝕，有意全面停辦。經過與屋苑法團商討後，九龍塘 B 線正式壽終正寢，樂富 A 線雖然得以保留，但也取消了假日服務，平日班次更大幅削減。就在同年，竹園街市準備進行大翻新，為了填補居民在假日的購物交通空隙，運輸署特許九巴由2018年7月15日起正式示範211A 線，在星期日及公眾假期接載翠竹居民往返樂富購物。這條線開辦後大受居民歡迎，經過幾次延長示範期後，最終修成正果，成為了恆常服務。211A 由開辦至今，都只在星期日及公眾假期提供服務，由樂富開出，服務時間為8點30分至下午8點30分，每30分鐘一班車。不過要留意的是，211A 與九巴多條路線並無提供轉乘優惠，屬純商場及港鐵接駁性質。好啦，車到了，我們準備上車，祝各位旅途愉快。
211A 雖然30分鐘才有一班車，但它的優勢在於走線直接，加上九巴的單層巴士具備超低地台及輪椅位，車廂空間相對寬闊。對於翠竹花園這個有近40年歷史、人口開始老化的屋苑來說，這條線無疑是居民往返樂富購物和接駁港鐵的貼心選擇。今集的介紹就到此為止了，多謝大家的收看。